七啊，你有安怎无？志强，是多谢你救我。无啥物啦，这台自动化救机哦，最近定小到啦，互这位小姐你惊到，实在真实的。七啊，好佳哉你嘛安怎啦？那么我就真正唔知要安怎甲伊岛社长甲夫人交代啊。放心啦，有志强吼，这个战神伫我身边保护我，袂有代志的。志强，大刀真正是真危险啦，万不你若是去伤害到别人，安尼就唔好啊。好，迄台机器哦，我已经找人修理几落遍啊，若是阁修理袂好，都要换一台新的啊。我今日检查看卖。志强，我给你斗三工。是哦，敢是去介意着志强？那安尼我出来，毋就是咧替家己制作情敌？英华，真多谢你今仔日陪我四界去佚佗，食最侪好食的物件，佮介绍我心目中的偶像志强，我熟悉，我真正足欢喜的。歹势啦，你陪我规工，一定真忝吼。袂啦，我平常时拢咧上班，今日嘛是趁着机会出来佚佗啊。其实我就欣赏你的呢，会当伫家己的家族企业内底上班。无像我老豆上吼，伊一定注意保护我的安全，我倒位拢袂当去，刚若会当留伫厝内底。伊对社长听起用心是真好啦。要毋过少年人应该爱出社会，四界行行看看，安尼毋才会成长。搁再讲啦，领导的事业做到遮尼大，凊彩安插你一个位置，嘛是会当照顾你啊。无可能啦，我袂用插阮厝内底的代志。到即马吼，我连厝内底咧创啥物事业，我拢唔知影呢。连要来台湾哦，嘛是厝外进前无偌久才知影。你真正亲像一只关咧笼仔内的金丝虫。阮五岛上甲有你食，逐工拢足无闲的，无时间陪我。我伫厝内底，毋是听音乐，就是陪靠上的插花、做料理、打钢琴，啊无就是看我上喜的棒球比赛。唉，生活真正是足孤单、足无聊。无才到今仔日，跟我遮尔欢喜、快乐。我竟然甲七儿遮尔天真、遮尔单纯的查某囡仔食醋，我真正受过无风度啊！七儿，我家己无想问啦，我嘛真正足想要甲伊当做亲小妹咧看待。你若是想要找人西瓜，也是想要找人开讲，甚至是有任何需要，做你靠啊！好啊好啊，我真欢喜哦，会当找一个好姐姐，叫我姐。又讲，塔罗，佮你想你好朋友阿贵哦。是啦。塔罗，咱即摆已经倒来到台湾啊，要找阿贵嘛较方便，你心肝就放较开的。我有去找过金夫人，拜托伊来找一间较高精神社来帮忙找人，希望真紧会当有好消息。又可竟然私底下去找玉芬。又可。这件代志，你若无成魔，就大主大意去找金夫人。你甲伊这熟识偌久？我甲阿贵的交情，金夫人也唔知头唔知尾啊。对伊来讲，连找一个人这款小可代志，我就无才调，就爱麻烦家己的家后去拜托别人。我的面子唔是叫你写下去。Hello，你莫安尼想啦。金夫人知影我去找伊帮忙是我家己的意思，而且伊嘛了解。我拄才来台湾，人地钱疏，真愿意帮忙。我感觉伊人真好呢，应该会当甲伊做一个好朋友。就算是安尼，你嘛知我甲国宝集团是生理上投资的往来，找阿贵是私事，
你安尼凊彩讲开嘴，我也毋是欠人一个人情。我是无希望为着这个人情，影响到我一向公正无私的作风。塔罗，我承认我无考虑到遐济，是的啦。啊，毋过我嘛是一片好意啊。我想讲你转来台湾了后，就因为找无遐贵，比以前搁较烦恼，毋才会想讲要帮你找啦。好啦好啦，啊代志过去就煞，安怎讲嘛无路用啊。我嘛知影你是好意，又哥，我是希望你着参像踮日本共款，做一个好家后，好好甲厝顾好。别款代志吼，你着莫搁插手啊。卡姐，一定是七号袂去炸锁匙啊，我来开刀。我多三，这是正信甲我的签名哦。今仔日啊，今晚正好带我去因姑母队的练球场参观，拄好遇到志强，伊咧练球，拄着伊本人啊，我当来请伊替我签名。看你小棒球小到安尼，阿姑，你听我讲哦，有一只球哦，对我飞过来呢，我啥物拢唔知啊，好佳在伊把手紧卡手紧甲我解球，你就安尼，一支手甲我揽，另外一支手哦也把大甲球拱出去。哦，志强我把伊叫做正神，哦，伊就厉害，真就厉害。七号啊，虽然这是台湾啊，也毋过你毋通袂记，你是日本新龙集团的签名小姐，对外口的举止行动要较注意。另外，球是无生目睭的，迄是查某囡仔人去球场要创啊，真危险。而且迄个球场特别卖掉呀，后摆嘛无需要搁去。好好一个球场，为什么要卖掉？这是大人生理上的代志，你囡仔人问遐多要创啥？做生意我嘛无兴趣啊，啊，毋过野球是我上介意的运动呢。志强又阁是我上欣赏的球员，我当然支持因啊。球场若是卖掉，志强因几队的球员是要安怎生活？那这高博集团因自然的处理，佮需要你操烦心。杜生，你是国宝集团大股东呢，你若是坚持吼，反正甲球场卖掉，安尼就有机会挽回啊。杜生，拜托你啦，去一看卖。高博集团也毋是我一个人的啊，我虽然是大股东，嘛是要尊重董事会决定啊。高博队若真是会当完成4连霸，就证明讲伊有存在的价值。球场甲球队自然就会当留落来。4连霸足困难呢，拄一个唔爱野球的董事，提出这种无合理的要求。七号啊，你介意棒球，介意支持到一队优才你，后摆就是莫甲高博队有交叉，划到董事会歹做人。我无爱，我就偏偏爱支持志强遐国宝队，而且我要全力帮助因完成4连霸，互迄个目睭内底哦，敢若有一个董事的名字尽收落地。七号，志豪，恁桌上甲阿兄阁有代志要参详，咱老问家摕摕先来房间，莫甲伊吵吼。多少？七号伤过担心，我担心伊会互彭志强袂记。袂啦，伊只是介意棒球，把彭志强当作英雄来欣赏，无遐尼严重。我这哩烦恼咧，我伫董事会顶头只是甲球队卖掉，唉，玉凤敢若真无欢喜。我若是看到伊吼，看我迄个眼神，我心头拢乱去。若是袂当回转来我的身躯边，我即阵转来台湾是有啥物意义咧？我多少？过去无论发生啥物代志，拢袂去影响到你。今仔日我总算了解金夫人伫你心目中的分量啊。你袂了解我心内的感受啦，搁想看卖啊！想讲有啥物好的方法，会当替我挽回玉芬对我的心。
只要咱继续写礼给金万山，互伊做打古堡队的歹人。等因翁仔某冤甲变冤仇人的时阵，你才去甲金夫人表示讲，你支持伊甲因球队的立场。我相信，安尼唔但会当得到伊的谅解，甚至会当得到伊真大的好感。我一定会风再起，我一定会风云再起，我一定会风云再起。是安怎这点啊？每一个部门的业绩拢这样歹。报告总裁。 自从顶届咱阮换日本这药厂火灾造成的财务危机，叫监委员开记者会跳货，大部分的客户拢对咱失去信心，连还未确定咱当正常有装进前，拢有愿意搁将生意互咱做。莫名其妙，新丰集团若是上准甲我合作，是阮趁钱的生意，要哪一个出手就是400亿。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的生意无人做。 这个道理真简单嘛，也咧行东行西，甲我一手创办的古堡集团，看解这了无？要毋过总裁，新丰集团的股是看好会当趁钱，但是以即阵的业绩分析，咱集团当讲是有商业袂好，心伤尤气。万一若是互社做厂知影以后，报去日本总部，认为投资咱集团。 是一项错误的决策，只是下令将资金抽回去。安尼，咱连翻身的机会都无，恐惊也全部破产。好佳在社长支起来，应该袂留咱的后脚才对。搁再讲，我已经尽量删减球队的经费，只要球队无多支持落去，提早改善。 我定当量早甲球场卖掉，等资金筹备好势以后，甲新丰集团合作，投资赚大钱，一切拢无问题啊！是，我嘛是认为，咱集团只要总裁主持，一定会当渡过任何难关。只是暗算是安尼暗算。 就是惊有啥物万一，我都照总裁计划进行，那呢就真可惜。会有啥物万一？林姐，即马是啥物时阵啊？你若是有啥物想法，做你讲出来，莫踮咧遮当阮世间。是总裁。虽然讲古堡队有过来的主力球员已经去予铁人队的新头家以关系拗过去，但是。 咱还是别当看轻神内甲彭志强，伊两个一个是鬼才教练，一个是战士，凭伊两个人的名气甲人脉，在找球员的时阵会占真大优势，轻轻松松免开大钱，就当组成一个全新的健强队伍。到迄个时阵，你也是有机会当完成4连霸。 这点我进前竟然无想。既然甲安尼生，我就回去，选秀的经费全部删掉，我就唔相信伊有法度找到球员，免钱来退因拍球。总裁英明，那你本职球迄阵人想要完成4连霸，除非伊头位塞面出来。要毋过问题是。 有2个小姐恐惊会坚持反对。你免插伊，我决定代志，心人反对拢无路用。为着要保掉古堡集团，我绝对无可能让任何人有任何的机会阻挡我的路。是啊，你来咱球队内底选秀的经费，嘛要完全删掉。 总裁，你已经删掉咱集团和球队其他费用啊呢？即嘛敢若剩选秀经费这笔钱啊！啊，你若是讲，
我是来甲恁讲我的决定，唔是来甲恁参详的。恁只要照我命令做代志就对啊。我即马就以我国保队领队的身份，对总裁你这决定提出上界严重的抗议。既然咱当初双方就已经约束好，是要以比赛结果来决定球队甲球场是毋是有存在的必要，那安尼你就无应该处处为难球队的运作。总裁，你这个决定根本就是要以你小人的步数来达成你卖掉球场的私心。无唔对，我就是要甲球场卖掉。我是头家，要互球队什么款的资源由我来决定。你若是有才调，就靠恁家己本事，互球队完成4连霸。这根本就是一场真无公平的比赛。总裁，就算讲你最后赢，这若是用传出去，嘛用讲啊真歹听。自我迄个拢是成败论英雄，过程是安怎并无要紧，真正重要的是结果。王辉你出社会这尔多年，一点仔道理也唔知影。我甘愿赢了无光彩，绝对无可能互我家己光明正大输去。김总裁，你哪愈来愈讲袂顺车？自从咱金融倒落去了后，你规个人拢变款。较早的你，唔是遮尔傲慢，遮尔无面事理的人。我已经失去一个后生，请你莫互我感觉，我连我家己的红线都要失去啊！啊，无即摆你是安怎？为着一个外人，你毋通纠缠金融，却连我也纠缠落去。我唔是咧纠缠你，纠缠咱的后生。我想，咱后生精神了后，互伊去挽回你这个做老爸。金融敢会挽回我？毋是现主是你退役讲就有准算的，就是因为拍棒球，咱金融一个活跳跳人变做自然倒伫病院，无听着金融即马在后悔，当初时按怎硬要去讲棒球？我无听着金融即马咧挽回我这个做老爸，当初是无坚持阻止伊，还阁全力支持去成立国宝队。即马我决心解散球队，就是要替金融，咱无辜受害的金融出一口气。无可能，各位一世人，伊上爱就是棒球，伊绝对袂后悔家己当初的决定。嘛袂枉阮你支持伊成立国宝队。我甲伊是相细仔兄弟，就算讲伊即马搁倒在病院，我嘛还是会当感受会到伊希望国宝队会当正常运作落去的心意。总裁，你若是硬要害球队无法度继续落去，硬要把球队卖掉，那安尼国一定会冤枉你一世人。我嘛是同款。我嘛同款，我是金融老爸，我嘛同款爱伊。我即摆做一切，拢是为着伊好。金融到底是安怎想？伊切下来以后，伊家己的亲嘴讲出来。连你母仔囝两个踮咧遮，轮流退表达意见。我真正是饲鸟厝家布地，饲到了一个唔正查某囝。还阁你啦，是安怎教囝？教甲遮尔无礼无数，干来还应吹应激。我感觉咱查某囝讲了无唔对，你若遐尔执迷不悟，一定要做到遐尔做。咱金融上爱的棒球，甲伊的理想，一切拢化为乌有。哪来总有一天，后悔的人是你。真的后悔的人是你母仔囝。我才袂亲像你这样戆啊！甲一个带水国宝一个球队当作是宝。球队解散，球场卖掉，遐个资金会去转投资，咱国宝集团事业会当愈做愈大，钱卖愈赚愈多。金融请下来以后，伊若是真正对棒球要有兴趣，无怨恨无反悔。我同款会阁摕钱出来支持伊组一个棒球队，也毋过即马
高部队免孝想我提出1亿元的经费，互伊去选秀。已经完变变叫，连厝尾顶拢咁样掀起来。若有啥物新的状况，我随时甲你报告。吴老三，民警讲代志，就像咱所想的同款。我一定的风云再起，我一定的风云再起。妈，爸已经照到过分的呢。无选秀的经费，志强甲先生是要怎找球员？该讲的讲啊，该换嘛紧换啊。林爸，若真正要找我球员麻烦，咱嘛无伊的法度。只有另外想办法去找经费啊。喂。玉芬啊，是我天星。敢讲已经发现心自师傅失踪，甲我有关系啊？是？有啥物代志？请讲。玉芬啊，是安尼啦。我本来是打算要去办公室找你这个老朋友开讲，遐毋过吼，恐惊引起无必要的误会啦。是啊，多谢你。我看安尼啦，顶届你甲我介绍迄间日本料理店，我感觉袂歹。你敢有闲陪我来去食头？我咧面色有啥好？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你若有什么困难，你坦白甲我讲。我一定会尽全力来甲你斗相共。看起来，也阁唔知影心主师傅失踪的代志。话唔通讲了伤早。为着你甲万山同款，拢希望赶紧甲强调卖掉，会当做转投资。咱的立场是无同款的。你对我一定有真大的误会。我敢有讲唔对？玉芬啊，凭良心讲啊，我个人是真支持高部队。不过金总裁无甲参详，就直接向日本总部提出双方争取的方案，而且已经得到支持啊。我是无可能无尊重日本总部董事会的决定。我只有配合金总裁的决定，无我这个位就坐袂久啊。万山边哪当无尊重你的集团，直接就甲伊组集团的总部联络。这点我是袂计较啦，只可惜讲我能力有限。当初迄天你嘛知着，你嘛看到，我敢会当搁拖一站啊，互国宝队以实力来证明伊有留落来价值。天生。你用真苦心在支持球队，我所教会你，实在是真歹势。不要紧啦，其实我今仔约你出来，就是要向你解说清楚。既然你已经谅解啊，安尼我就放心啊。你这样为球团设想，阿万山，伊所决定要甲球队选秀的经费完全拢删掉。恐惊即马连要组一支完整的球队就真困难啦。你真正做了这么绝？所以拄则我才甲伊冤家难言。我做梦嘛想袂到，是安怎万山即马变甲这么阿爸？玉芬啊，我是会当用私人的钱来甲球队斗相共。是讲这个代志，若是由金总裁知影，传到日本总部迄边，我就真歹交代。
必须要想一个绝对安全，而且佫保密的方式才会用。天生，你已经为球队争取一个生存落去的方法，我已经真感激你。若真个代志，你都莫阁为难啊！我无想要连累你。潘山若受你一半的体贴就好，那安尼，我就免常常甲伊结开，玩到大细声。我实是感觉足好。你莫阁伤心嘛？敢知影？遮尔多年来，我毋捌甲你放袂记，我敢若会当看到这卡手指来思念你。天生到今嘛，还阁对我遮尔啊痴情。当年我为着要过好日子，陷害伊。今嘛我已经倒转来，无论以后爱付出偌大的代价，我绝对袂阁再离开你。我会永远留喺你的身躯边，互你做外公，就亲像咱以前同款。天生，他竟无可能亲像较早安尼。你都当作是我对不起你，怕你袂得过。今嘛，咱有一个才像你这样大心的好朋友，我都已经心满意足。当年我无交代，就离开台湾，我嘛真对不起你。后来你做的任何决定，我拢相信你有不得已的苦衷，才会来违背咱的誓言。但是，你即摆唱的歌，应该是你较要求的结婚手指。迄天又来公司找我。阮若真有话讲，我嘛已经当作是我的好朋友。请你答应我，莫互我变成是一个反背朋友的罪人，好无？我只希望，咱两家伙会当定定来往，互相扶持，会咧变成世交。安尼，我就真满足。咱暂时莫阁讲这件代志，我都要先点菜。玉芬，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让你阁转来我的身躯边。那怎么搞啊？哦，恁大家搁在食泡面哦。对啦，你唔免感觉歹势啦，只要会当省钱吼，互球队维持落去吼，这食泡面吼，敢若咧食山珍海味呢。对啊，也唔赶紧给咱队报告好消息。是，过来。哎，来，你看。最近哦，咱签了袂少俗，伊个签的球员，只要好好训练，一定能保障国宝队已经是加阵的。而且现在哦，特别拜托人去美国，找到一个会当代替金庸位置的强力投手李汤姆。所以咱要完成4连霸，已经不是无可能任务啊。你都唔知影选的民主，迄偌值钱的呢？迄李汤姆吼，本来要参与美国大联盟的，竟然就答应讲，这500万的签约叫等下甲咱签约的，我讲的是代表咧。啊，无你叫500万真少约啦，对无啦？
我知影虽然用500万签日头毛起来，计小并无关，不过对咱来讲是一笔大数目。但是为着要完成4连霸，这条钱确定都爱开。我早起就接到电话，日头毛甲伊的经纪人后日就来台北开记者会，兼甲咱签约啊。我就带接到总裁的命令，已经决定要甲选秀费用拢删掉啊。太安尼啦，大家拢讲好啊，嘛无要领薪水啊。总裁，我甲选秀的经费拢删掉，这是气死人的。就算讲咱会当找到厂商赞助，咱选秀的经费甲其他球员留落来，后年若是无法度签到李汤姆，咱绝对无可能完成4连霸。请恁大家原谅啊！我甲我妈妈已经尽力去争取啊，不过就是无法度挽回。也不过恁放心啦，我甲我妈妈一定想办法终止。咱也是照原本的计划去进行，后日一定要甲李汤姆签落来。后日，这么短的时间，我是要去倒去赚500万。我一定会风云再起，我一定会风云再起。这个啊，拢几点啊？人哪还未来？歹势，等阮今仔回来，马上开始，可能到这啦，应该还未到，吼。我想袂使搁拖落去啊！规气哦，先有记者问问题拖时间，等今仔来甲传紧摕来了，甲签约。我就安尼啦。各位，为着无要耽误大家时间，咱即马请各位记者吼，有啥物问题尽量问。啊，咱签约的仪式吼，要留到最后做压场。各位记者先生小姐，今仔这场记者会压场好戏，应该是阮铁人队甲棒球界明星李汤姆先生签约。唔通等记者朋友时代，看你比赛搞人来拍算。好，又谈你，我是铁人队的头家，叫我林总裁就好啊。我即马正式邀请你加入阮铁人队。Mr. Lee，这合约书内底条件吼，甲你伫美国大联盟的待遇吼是一模一样的啦。只要你伫顶面签名，就是阮铁人队的群主啊。Peter， what's going on？咱今日唔是讲保你签约的，那变假呢？是的啊，阮现在等签约等遮尼久，结果恁的领队也无看人，所以这2个阮也唔捌你讲要签约，这到底是安怎啊？林总裁，这是我高保队的记者会，我并无邀请恁来，请你马上出去。一个赛甲强要解散的球队，还阁有面来遮，甲一流的投手开什么签约记者会？真正是下死下气，对不对？咱伫拄着过去的队员，你着替因就因讲袂出嘴的内情，讲互大家知，尤其是爱互 Mr. 你了解，较免互人误会讲我钱多，就硬要来抢人。是总裁。秋叶，你违规了，你靠怎么了？Mr. Lee，各位记者先生小姐。其实国母集团已经甲球队选秀的经费吼，拢总删掉啊，所以国母队根本就无钱甲你先生签约。出面！这件代志啊，就是这么简单。国母队无钱，这场签约记者会根本是一个骗局。
但是我有讲唔对，请你将签名紧摕出来。这是1000万现金支票，拄好是你甲古堡队签约金的2倍。紧甲名签落，这张支票就是你的。林总裁，就算讲阮无甲古堡队签约，嘛无可能甲你签约，因为我看袂起你这种用钱吓死人的作风。对啦，真的哦，你的球队有啥物困难，应该事先甲我讲个清楚。是恁无信用在身哦。想袂到，这座转来台湾，互古堡队创队，不要紧啦，我马上安排你转去美国，带你们拍球吼。歹势啦，我就在赶时间，无注意，唔才会弄到你。是小可代志，伊做客。我还有要紧的代志，我要先走。Sorry， 我是故意。It's okay。Excuse me， 拄我入迄个小姐，你敢捌伊？哦，伊是金华小姐，是这间饭店头家的查某囝，嘛是古堡队的领队。古堡队的领队。你已经尽力了。回去麻烦你多谢副总裁，多谢伊家己身躯边会当用的现金，拢总摕出来给阮斗相共。2天要赚500万呢，这根本就是哦阿婆啊生囝哦吃命的啦。遐人要怪哦，就怪总裁啦。恁老爸啦，我心肝有够凶的呢，凶出这招。真的，阿鲁爸，志强，我代替阮爸爸跟你回事。恁老爸决定吼，甲你无牵介啦。谁叫伊是出钱头家，咱拢无法度啦。真的，今仔日咱无钱通签约，李汤姆伊阁受气走去，敢讲咱真是就安尼放弃这个会当帮助咱完成4连霸的重要人选？当然嘛毋是，我会阁去卖这个面皮啦。来拜托李汤姆甲经纪人吼，加一寡时间互咱控制。即摆惊吼是惊林在生爱乱咧到地吼，把队内听到风声，伊来读假就抢啦。敢会？我看迄汤姆吼，根本就无甲林在先看在眼内啦。我看迄路型吼，敢若看钱无介重的人，啊嘛真认真的。有咱遮善的球队，拄带甲伊哈。莫讲啊啦，人是讨厌林在生迄款看惯无看低的好嘢啦。今仔日若讲换别队靠水队的头家就无共啊啦，送的嫌钱济，我倒无爱相信。好啦，莫讲这啦，我赶紧来按下你他们较要紧啦，恁等我好消息哈。既然阮阿姐迄边的小爸无问题，你的任务就会当算讲是圆满达成。你唔免搁转去经营集团上班啊。我总算唔免甲林在兴迄只小弟哥做代志啊。歹势啦，少爷，我唔是挑工骂恁较积的。这是阮学堂上特别要互你的奖励。蔡少爷替我社长上说多声。前一阵仔，我有看一出训练导盲犬的电影，互我了解到，不管是动物还是人，只要表现了好，拢应该受到鼓励啊。少爷，只要会当留在你的身躯边，你爱我做啥，我拢愿意啊。少爷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哦。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惜我这世人敢若会当甲一个查某人结婚，伊的名叫做一岛之友。甲伊结婚了后，
我就准备做新丰集团的接班人。这听起来，敢若是一桩完全无爱情的政治婚姻嘛？自我了解咱女之前迄一天开始，我的心肝内就只有一个，从来唔捌有过其他的查某。这敢是政治婚姻？心爱，你嘛免失望。亲像你遮水的查某囡仔，我相信，只要你愿意，无任何一个查甫人会当拒绝你。少爷，我愿意接受你任何的安排。真好，社长上真欣赏你这届的表现，所以伊希望你会当转去古堡一趟，找机会破坏金万山翁仔某的感情。一张支票爱我做2项代志，莫怪这么大方。是讲现在社长上爱我去破坏金万山翁仔某的感情。心爱，少爷，社长送的命令，我当然嘛尽力去完成。啊，不过问题是，金家的人已经无可能让我去转去国北集团了。这点你别烦恼，我拢已经安排好势，你只要照计划去做，真紧，你就会当得到金家大少奶奶的身份。是。啊，搁有，你这届的任务需要冒一寡风险，你也是有心理准备。我一定会风云再起，我一定会风云再起，我一定会风云再起。就算讲唔知影刷落来任务有啥物风险，你嘛只有听命令进行。社长上这个人，连家己的亲情拢会当反面无情，话抬就抬。假使咱若是违抗命令，也是无小心做了唔对，拢有真有可能会无命。是讲社长上这边，专工派我转去破坏金万山翁仔某的感情，可见因中一定有真无单纯的恩怨。啊，不过这种敏感的问题，我阁唔敢问少爷。民警，你想敢会是社长上甲副总裁因2个人有勾结？这查甫人的第六感果然厉害，心爱，就算讲互你约到，你也是莫知影会较好。社长上甲副总裁是毋是有无正常的关系？这我是毋知影。要毋讲，你会当转来古堡集团，迄是上好。咱就用个照原来叫的进去。唔管金融是毋是会清醒，只要我得到经验，古堡集团同款的落伫咱手头。迄个时阵，咱就会当来古堡队改回原来金城队，安慰客别在天之灵。直到咱有钱有势，就免阁听社长上的命令。其他无代志，金门拢已经甲我讲过啊。我知影伊是会当代替金融，替咱国宝队完成4连霸上界关键的任务。只是总裁唔肯点头，恐惊的，我嘛无法度调到资金。这点我早就约到，即摆先呢已经暂时甲李汤姆留落来。要不过咱若是无赶紧甲伊签约，唔知影什么时阵伊会讲走就走，或者是有别队签去。所以我今日来这上主要目的是想要请示副总裁，敢会当召开临时董事会，利用多数表决，逼总裁紧甲选秀的经费花落来。
阮国宝集团是一个家族企业啦，一向拢予总裁有无限的权力，连董事会都无多干涉伊啊。恐惊这件代志，我嘛同款无能为力。看起来，只有风去伫汤。志强，其实这件代志嘛毋是完全无希望啦。只要你肯去拜托一个人，由伊出面去替咱讲情，无定着总裁也答应。应该找什么人？我即摆随去找。这个人是咱国宝集团内底上大的股东伊都社长，伊真支持咱国宝队，而且伊嘛是这边帮助咱度过财务危机上大的问题。彭志强这个人是咱为日本到台湾上大的麻烦制造者。你会答应甲伊见面，是毋是因为是金夫人派伊来？其实上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对伊这个人真好奇，想要了解伊到底是什么款的角色，连你也摆在伊的手头。来，校长，等阵起来啊！请帮前几摆。请坐。多谢。真感谢伊对社长，伊当报工去我。你伫电话中讲是金夫人叫你来找我，是为着什么代志？我是为了国宝队选秀经费的代志，想要来拜托伊对社长。希望社长会当出面说服金总裁遵照董事会的裁决，赶紧把选秀经费拨落来，让球队会当去争取4连霸。又搁是为着经费的代志，这件代志我已经私底下向日本的总部请示过真侪摆，不过董事会甲大有关是真支持金总裁的做法，希望赶紧解散球队，卖掉球场来转投资。你嘛知影，集团的利益。我个人支持棒球，这是无共。我实在嘛是真为难。真多谢社长对球队这么尽心尽力，那呢，我无交了。小等，安怎？安尼就想要放弃啊？我绝对无可能放弃。要不过我袂当明知影社长你有困难，我还阁遐尔自私，硬要请你斗相共，互你歹做人。你嘛知影维持国宝队是这么困难，为着什么甘愿得失未来的丈人，拼甲遮辛苦？这是做人关系问题。我甲金华相爱，当然希望会当得到因爸爸的祝福。要不我甲金荣，冒兄弟的情谊，甲一生不变的约定。阮有救抓过，我们要用性命支持棒球。我希望有一天会当伫国宝球场。创办一个3级综合训练营，让遐爱拍球的少年人有一个真优良的拍球环境。所以我一定爱保住球队甲球场。我希望将来有一天，金阳试坏了，会当甲我做伙完成阮共同的棒球理想。希望一年拢我的做法，嘛一直伫我的身躯边支持我。共同打拼，是阮另外一种爱对方的表达方式。伊对兄弟真始终，对爱情嘛真专一，袂输乎我对玉芬的痴情，甲我是真同款。可惜，咱是对立的。伊都社长，耽误你遐尔济时间，是真歹势。经费的代志，我会另外想办法说服金总裁。我先告辞。我若是想到其他的办法，我会赶紧通知你，请。
志强是咱未来伫咧台湾职棒强度上大的阻碍，规气咱趁这个机会甲做掉，较袂阁有麻烦。暂时莫动伊，像伊这种重情重义、不坚持一定要达成目的的人，日后若是这个机会，我想要去收做家己人，只是可惜啊，即马我甲伊立场无共。 但是我同款，就要先断绝伊所有的机会。小酒长，你下暝心情咧遮尔好，请我啉酒，是毋是有啥物值得庆祝的代志？金总裁，当好朋友斗阵啉烧酒，敢就一定要为着啥物值得庆祝的代志才用去啉的心？我是看你啊。 最近为着卖球队的代志你操烦，压力伤大。我看规气一切取消，刷去啦。无喏，我当咧积极进行，希望早一日甲球队卖掉，甲新丰集团合作，投资赚大钱。你也向改变主意啦。金总裁。 敢讲你唔知影，金夫人派彭志强来甲阮乌道上讲情，希望阮乌道上会当甲你考劝，甲选秀经费互国宝队。竟然有这款代志！小酒长，伊无甲报告就大主大意，造成小组长你的困扰，实在真歹势。这款代志伫咧阮兜是无可能发生的啦。 因为阮卡匠非常尊重乌道上，伊是绝对无可能过问乌道上的公司的啦。强爷，伫总裁面头前讲话靠站站。金总裁，真歹势，我头拄会凊彩讲的，你莫见怪。金总裁，其实啊，我咧想。 翁仔某想出头管理公司，这是无重要。我是替总裁你咧烦恼。万一彭志强这个人若是无死心，硬要叫夫人向你施压力，到时阵破坏着恁翁仔某的感情，安尼就唔好。我是国宝集团的总裁，经营权落伫我的手头，用钱爱我请你才有准算。 志强要孝顺我8一天的机会，回去选秀，什么工情都无效。金总裁，莫为了这个代志你生气啦，来啉酒。我一定阮在一起。 我一定会风云在，我一定会风云在起。啥物？叫我去山顶找草药啊？为金明治伤的时阵，真是叫大蛇咬着。若是无互你为金融做较大的牺牲，景家敢唔可能接受你？啊，不过少爷。 敢真是需要冒这么大的性命危险？我会当记做，真是叫大蛇咬着。我会应该亲像真的同款，少爷，请你相信我。你的演技真好，我相信。啊，不过就算讲你演了搁较好，嘛无可能比真的有效果。放心啦，我会安排专家甲毒蛇的毒性控制好，保证互你真安全啦。佮有啥物意见？ 总裁，咱的球队因为无选秀的经费，所以咱签袂到4连霸上届需要的投手。麻烦总裁，赶紧按照原定的计划，拨经费解决这个问题。球队若是无法度胜利，就会影响咱国宝集团的名声。请总裁，你莫搁安尼顾一落去啊，较免破坏咱国宝集团的企业形象。 莫
目前的情况拄好合我的意思，上好是马上解散球队。我会顾虑到人情义理，发一笔遣散费给球员。若是搁拖落去，以免孝心摕到一角文。总裁，做人就要守信用。当初我已经决定要球队去拼4连霸，你袂当因为家己万分帮球，你就公报私仇，采取这种无配合做法，处处打压球队，处处救球队后脚。你搁点去！我早晚一定当证明，你代理董事的授权书是用无正当的步数骗金融签的。董事会并无权利要求我安怎配合。即马恁若要出场比赛，一队9个人拢无够，佮孝想要4连霸，真正是戆人咧讲笑话。好，为着你这句话，从今以后球队拄着偌大困难，我都唔敢硬望得到你协助。不过球队不管偌艰苦，我都会坚持落去，而且会摕到4连霸给你看。到时，再看3个人伫咧戆人讲笑话。哦，哼，那是安怎？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总教练，这无你讲话离谱，你踮在脚边啦。道理当然拢会使讲去啦。我3目睭吼，还阁唔捌看过像你这款为着目的不择手段、无顾无囝情分的上流社会高等人，竟然比我这像报爷较唔代志。好，我即马以集团总裁的身份开除你。你是无看你安尼做啊？金大总裁，你真笑亏呢。第一，我是无领钱的义工；第二，我是为着总裁夫人甲金管的面子倒转来，你凭啥物要开除我？你上好吼是家己开除家己，莫扰乱我球队运作靠影啦！上少这是我的办公室，你马上给我出去！报告总裁，新麦球都抓假伤啊！啊，好啊啦，再见下走人，莫插伊啦。要不过，已经有媒体知影这件代志，一定吼打电话来关心，而且电视无报道。新高宝集团的公关经理丁新迈，为着替男朋友，也就是高宝集团的大少爷金庸来治伤，就山找找会当治疗受伤脑细胞的稀有药草7寸金，不幸获到抓假伤，加在互经过原住民青年急救送医，救回一命。丁新迈对金庸真正是真情意重。但是高宝集团的警告到今麦为止完全无任何回应，不免予人质疑该集团对外处理代志的能力甲诚意。好，跪掉！这媒体真正要哭哦，无代无志牵拖一大堆，这明明是要破坏阮高宝集团优良的企业形象。总裁，今麦毋是咧激气的时阵，上调员紧来看是嘛较要紧啊！反正有人连家己的球队都要支持啊，哪有啥物形象？你若有欺骗吼，拢莫出面关心。好啊啦，你话免倒头讲，我袂中你的计。应该按怎做，也是一清二楚。这届是你好运，这条命才捡会回来。出院以后，千万搁冒险去采7寸金啊！哦。真是足无路用的。若无找到会当活化脑细胞的药草7寸金来医治金庸的伤，家己搁叫都抓假着，害恁大家为我烦恼。是麦，唔通想遐济啦，你人平安无代志就好啊。只会当医治金庸的伤。就算牺牲我一条性命，我嘛会去甲7寸金办倒。是嘛？拜托，是嘛？你爱乖乖仔听话，好我尽量啦。啊，若无，我要怎向金庸交代哈？心嘛，恁一边阮哥哥昏迷，你讲你要嫁予伊，今麦你搁要为了要医治伊，甲你差点就无命。你为阮哥哥做的已经有够啊啦。其他就交予医生去医治。心爱，阮大家拢是为着你好，你要听大家口劝，而且安心静养，赶紧好起来。金庸，
佫需要你的陪伴甲照顾。无我看安尼啦，等你上生就是好啊，你才倒转来国宝集团上班。啊，你若是无代志的时阵，才来照顾哥哥。好，你安心静养，就安尼决定哈。我反对。总裁，集团的代志，什么时阵互恁决定？啊？林姐，小等下心爱医药费全部缴缴。是。你唔免去为金融做任何代志。以后你若是佮发生什么意外，嘛甲阮国宝集团无任何的关系。我知影你对我真袂了解，你要安怎笑话我拢愿意接受。我唔敢要求讲我会当佮转来国宝集团食头路，我敢若希望你当互我陪在市场身躯边照顾伊，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我求你答应我好无？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总裁，我拜托你，你答应我，我求你，你好男人走开啊，总裁，其实你误会心爱，事实是心爱为着要维护我，这个金融上好的兄弟，伊一个人承担所有的罪过，唔叫我讲出真相。李姐，是我打电话给心爱，叫伊一定要来饭店陪我啉酒。嘛因为安尼，才会啉酒醉，闹出丑闻。我若是阁无讲出来，我就对不起金融甲心爱。你两个，一个是尊心不良，一个是定性不够，拢对不起金融。心爱，你家己担罪来维护志强，这证明金融并无爱唔着人。志强，你有勇气承认错误，替心爱洗清冤枉，金融不但袂怪你，而且伊阁会真甘心，伊有你这个这好的兄弟。无亲像有人啊，迄个心是天拍的，看金融当一口气尔，心肝掠瘫痪，甲金融甲伊心爱的人甲跳远线。金融若知影吼，就算受伤无死，都会哇哇气死。好啦，为着金融过去的代志，我无要计较。爱安怎做，你应该就决定就好啊。多谢你。这是我应该为你甲金融做的。心爱，阮爸爸已经答应，互你转来上班啊，你着安心啊静养。紧来，摕药好，哈，快点。紧带上哦，药好，安尼上重要，知影？紧带上。我一定会风再起，我一定会风云再起，我一定会风云再起。陪你去厂商遐讲赞助代志。唔免啊，迄个是我之前合作真久、真熟悉的厂商，我一人去就用者。你还是欢迎倒去公司上班啊？是我能力无够，唔才害着你为着经费代志四过咧走走，真正辛苦你了。你若安尼讲啊，为着要签入日汤姆帮助咱完成4连霸，我本来就应该尽尽我心力啊。好啦。若是讲了顺利哦，明暗你下班的时阵，我来接你做伙食汉顿。那安尼家开车较顺利哦。拜拜。
哪有人送去社会来？玫瑰代表爱情，11蕊玫瑰代表永恒。7点共进烛光晚餐，不见不散棒球人。一定是志强啦！想袂到这茶楼翁仔竟然想通啊，搁知影送花来一点浪漫。大肚讲唔讲，想要互我一张 surprise。小姐你好，我叫 Tom， 香花配米粒。你就是阮要请的美籍投手李汤姆。玫瑰代表爱情，11蕊玫瑰代表永恒。多谢你接受我邀请。我阁掠准讲是志强约我，害我怀疑一场。金小姐，你是讲伫门口弄到你真歹势，多谢你今仔日肯予这机会请你食个陪食咧。我想咱俩进一步变成更好的朋友。既然来啊，至少要说互伊家己国宝队。李先生，多谢你啊。李先生，真多谢你安排这么浪漫的晚餐，你的道歉我嘛接受。也毋过这所会的意义，我就真正是承担袂起啊。因为我甲你敢若当做一般的朋友。亲像金小姐，这么水，佮这么气一个查某囡仔，想无知影，一定有真侪人用。我了解你的意思。李先生，徛在国宝队领队的立场，我是真正真心实意想要邀请你加入阮国宝队。也毋过顶一遍我就失信你一届啊，所以我嘛无想要搁隐瞒你啊啦。外面所传的拢是事实，阮国宝队的经费确实是有限，嘛已经付袂起高薪来请你啊。所以我是希望你会当谅解，在薪水这方面莫遐尼坚持，好无？既然金小姐这么个坦白，那我直接甲你讲，自从我第一看到你了后，我才了解什么叫一见钟情。为了金小姐，就算讲无钱加入国宝队，我嘛愿。李先生，我掠准我头先讲的你已经了解啊。若无我即马就讲较清楚的啦。我绝对无可能为着球队，就甲你做男女朋友。因为在我的心肝内已经有一个人啊，伊就是棒球界上较出名的战神彭志强。我这世人嘛干那会爱伊一个人，不管发生任何的代志，这拢袂改变我的选择。 No No No， 金小姐，爱情的力量是当移山倒海，化无可能为可能。虽然即马真힘善，故是点仔嫉妒我的情敌战神。也毋过头拄我你甲我讲的迄句话，嘛是我想要对你讲的话。你若是敢讲迄句话，我随时就走。 这句话我绝对袂讲出去，也毋过先紧着用我的行动，甲我的决心来证明这一切。我有我家己的选择，我毋是恁两个对决的阵营。你最后选择的人，一定是我。我要甲你的心抓掉。因为我的一念之差，所造成的这个。你若潜心改过，为时也阁未晚。社长上甲副总裁两个人，竟然有一段这么深的恩怨，
你不应该在这，你应该在球场。白这样。 为天空。